粉絲們大家好，又嚟到朱姓生活百貨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Yan 店長。聽到 Yan 店長把聲咧，一定咧又係時候介紹飾品嘅時候，有筍貨介紹俾大家。今次介紹咧就希望咧有啲客人咧始終都係中意咧細細粒、容易食、容易襯嘅耳環仔上身，因為咧返工咧始終有啲規矩啦，有啲限制，咁可能咧有啲局限性嘅size 啊、顏色啊，咁所以咧可能有時都有啲局限底下咧，咁可能咧冇辦法底下咧，都可能經常性要買啲咧好細粒嘅耳環咧嚟作一個配襯嘅，可能假期會帶翻啲自己中意嘅款式啦。咁但係翻工冇辦法有限制嘅時候咧，呢兩對耳環我就覺得非常之適合用嚟翻工簡單用啦。好，望望先，咁當然有啲客人如果唔係嘅，除咗翻工有冇限制都好，我都中意細細粒咧。咁呢兩對耳環咧，不妨可以考慮下，因為真係好精緻。嗱，今次 Yan 店長咧介紹呢個咧係一個玫瑰金嘅效果，咁但係可能咧而家咧 Yan 店長手揸環境咧，可能係喺一個偏黃燈嘅底下啦，咁所以咧呢個咧玫瑰金咧唔夠出。如果你見到個實物咧，真係好靚嘅個玫瑰金，可能希望你可以做得到嗰個比例俾大家望望。呢個係一個玫瑰金嘅耳環，咁嗱一個組合啦，做咗一個鏡像，做咗一個六邊形嘅一個設計啊，用三個六邊形，有 Do Re Mi 唔同 size 嘅組合，咁啊中間呢度咧做咗一個咧雙轉嘅一個嵌入式嘅水晶啦襯法，咁啊好似一個咧蜂巢仔嘅感覺啊，因為咧蜂巢都係六邊形啦，咁呢一個咧個設計咧簡約，咁但係又做咗一個咧鏡像嘅效果啊，個款式好易襯啊。當然嗱，Yan 店長咁樣擺啫，絕對係可以咧咁樣去佩戴都可以嘅，甚至乎可能你令咧側邊位置咧將佢打橫擺都可以嘅。咁其實咧呢啲細嘅小巧耳環咧，其實確實咧可能喺唔同角度，尤其是佢係不規則嘅組合設計啦，可能咧你帶出嚟嘅效果咧，其實有時你反下轉下咧，可能會有唔同嘅感覺嘅。咁呢個就01號款式，一個咧六邊形嘅一個三件頭嘅一個小組合嚇，好細粒㗎咋，應該係得1/4個1毫子咁大嘅啫，咁啊冇得比對啦。嗱，可以想像下1毫子有幾大粒，只係佔1/4嘅啫。咁所以咧呢啲返工咧，相信咧有好多女仔咧都應該可以咧符合到公司要求啦，又可以戴翻啲咧小巧得嚟有啲設計嘅耳環。當然有啲客人如果都係多耳窿，可能咧個耳窿嘅排位咧都好密㗎啦。咁咧呢啲 size 咧戴喺第2啊、第3、第4嘅窿位置咧都適合嘅。咁所以咧睇下你哋中意咩效果啦？呢個係01號款式啊，型格少少嘅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想揾啲咧換味重啲，甚至乎鴛鴦咧02號款式咧，相信咧大家都可以選擇下啦。呢一個咧係一個鴛鴦款式嚟，一個心心。仲有一隻狗仔嘅環切面，好特別啦！全部都用水晶咧鑲嵌嘅，簡單易襯。同埋最主要都係一個玫瑰金嘅組合嚇，玫瑰金一個托底嚟嘅，咁啊純銀針啦，嗱可以望望後面都係玫瑰金啊，做晒成個玫瑰金嘅效果。咁有啲客中意鴛鴦啊，又或者係一個犬奴嘅你咧，可能咧都可能中意呢啲小巧啲、精緻啲，甚至乎將呢一對耳環咧擺喺同一邊嘅位置咧嚟配戴咧，都幾特別嘅喎。咁呢啲款式咧，相信好多客人咧應該都唔會話難襯啦，因為咧細細粒。好簡單，點樣配襯咧都應該冇問題，甚至乎咧可能耳窿多嘅客人咧都好啱配襯嘅。呢兩個簡單款式咧，希望介紹到俾大家咧。有時返工咧有限制底下咧，或者耳窿多嘅客人咧需要細細粒去輕裝上陣嘅話咧，呢啲款式非常之啱用，甚至乎做運動而又可能需要有少少配件帶下啦，因為可能做運動嘅時候妝容唔係好多，但係我又想 sharp 啲、精神啲咧，確實戴對耳環咧精靈啲，但係又唔影響你做運動嘅動作啊，或者可能嘅活動嘅影響下，咁所以呢啲細細粒咧，相信咧普及嘅好多女仔都應該適合嘅。好，咁究竟嚟到呢度介紹到呢度啦，Yan 店長究竟幫你爭取咗幾多錢咧？
都係40蚊一對，40蚊一對就已經可以帶佢翻屋企。尤其是玫瑰金，唔係成日揾到玫瑰金嘅飾品嘅。咁呢對咧，今次咧辛苦揾到2款咧細細粒嘅容易襯，希望大家中意。心動嘅你不如行動，喺標題度即刻 WhatsApp 欣店長打俾我都得啊！即刻同你留起，因為數量有限，售完即止啊！希望中意我介紹，記得 like 同 share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